感谢主，咱搁一届来到圣殿来敬拜咱的上帝，帮助咱伫圣殿中间会当用心神、较诚实来敬拜咱的主。咱认识咱的上帝是咱一生上大的福气，毋是咱竞选咱的主，是主伫咱还未出世进前，伊就竞选咱，成做伊的囝儿、查某囝。但今日咱搁有这个福气，来到圣殿来敬拜咱的主，是主伫咱生命中间，互咱上大的祝福。咱只是用这首歌来做开始的感谢。轻轻听，我要轻轻听，我要阿姨通听出声音。轻轻听，你的轻轻听，我的无声，因为我的声，你是我。心肠，我的肉体，永远我的上帝来欢呼。兄弟姊妹，愿有主使咱有一个较无的心敬拜的灵，来亲近咱的上帝。就是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祈祷，恳求上帝，赏赐咱每一个人较无的心、较无的灵来敬拜伊。咱大家开声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恩典，主啊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有一个较无的心。主啊，我们较无你，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较无你。哦，主啊，你是何等何等的伟大！主啊，我伫你的面前勇敢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主，你是我唯一的较无。主啊，我常常会当较无你的同在，较无你甲你亲近。主啊，愿你放了一切，我等主啊你，恳求你来洗去阮心灵内面的部分，就是一切亚善、花怒、惊吓、批评、论断。主啊，靠无你，伫你内面会当得到安息，心灵会当
互你来更新、更新来治疗归咱。阮能享受甲你同在迄甘甜。哦主啊，亲爱耶稣，愿你吸引我，愿你阳光光照我，互阮人较无会当时时活伫你的内面。也恳求你，互阮有一个拍无你的话语，甲真理的心，就会当每一日用心来读、思想，甲遵行主你的话语，伫每一天的生活中间，互阮通经历你话语中间的贵咱，经历你应允所带予阮的激励甲欢喜，帮助阮会当学习来听主你的声音。一生行伫你的道路顶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，阿门。听听听，我的听听，我的阿尼，我的声音。听听听，你的听听听，我的母亲。是多么奇妙的主宰，我一生一条探路回乡。是多么奇妙的主宰，我的梦想是我的家。信是所望的实在，是未看见的事的标准。咱伫咱的物质这个世界中间，咱所有一切事实，是通过咱身躯的五官去发现的。像是伫属灵世界，遐个事实，嘛需要一个器官去发现、去体会。迄个器官是啥物？迄个器官就是信心。所以真正的信心，毋是指咱伫享受上帝恩典时阵，咱会当热心来服侍，咱会当热心来做工。阮倒等是伫苦难、试炼中间，伫挫折甲失败的中间，也会当追求真理，也会当真实来听咱的主，也会当找求伊的心意，体贴伊的心意。这些才是对上帝有真实的信心。愿咱拢会当搁较深来认捌咱的天父，愿咱拢会当专心全人来听咱的主。是我也请兄弟姊妹，咱伫主的面前来祈祷，咱拢将家己内面真正这个软者，真正这所拄着无法度搬过这个困难，拢交托伫主的手中。主伊伫咱还未出世，伊就拣选咱，所以伊知影咱每一个人的生命，伊知影咱每一个人所面对、所拄着的艰难。咱将这拢摆在主的面前，相信上帝的确要带咱
经过这一切的关山，要互咱会当伫即个中间通过对主的信心，重新得到快乐，重新得到新的活命。咱大家开声为着家己的信心来祈祷。主啊，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恩典，主你帮助我，主你互我伫我的生命中间会当明白你。主啊，明白你是我你身上大的福气。主啊，虽讲我的生命中间是常常上当，拄着这困难的代志，主总是阮相信伊甲阮三个伫咧，伊要锻炼阮后面的生活，伊要互阮会当因有信心来看见上帝的事实。感谢你，请我阿爸的上帝，恳求你听阮的软弱，也求你帮助阮伫阮人生道路顶面会当安稳徛在。虽然阮常常会拄着困苦、试炼，也常常失志、灵心倒退，总是阮依然要祝福伫你，因为伫你无难成的事。你是伫旷野开道路，伫沙漠开江河的上帝。主啊，你讲大大开嘴，就要大大充满。帮助我对你有信心，也建立阮对你的信心。帮助我伫祈祷中间去经历你的信息，互阮有亲像阿伯拉罕是因为信心甲毋茫，通用信心的眼光去看阮伫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。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你是大我家奇妙的主宰，我一生只挑战主的家。你是大我家奇妙的主宰，我的国家，我的家是我家，来给来给你是大。奇妙的主宰，我一生只挑战主的家。你是我家奇妙的主宰，我的国家，你是我的家。你是我家奇妙的。我一生只挑战主的家，你是我家奇妙的主宰，我的国家，你是我的家。感谢上帝，当年咱每一个人头前的脚步。咱若用信心来经历咱每一日，咱若要用娱乐、用赞美来经过咱每一日。赞美咱上帝是咱诚做伊的囝儿、查某囝上大的福气。咱会当伫圣殿来敬拜伊、来娱乐伊，咱也会当伫家己的厝内面，会当伫开车的时阵、当伫上班的时阵来娱乐伊。感谢主，互咱会当毋免去透过大祭司，就会当主的面前，伫伊的宝座前来娱乐伊，来敬拜伊。这是我邀请的姊妹，咱大家开声来娱乐咱的主，娱乐咱的上帝。感谢主，来预备阮恭敬来到伊的宝座前，主啊，阮诚心诚意来敬拜娱乐你，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。主啊，你是看管一切，主啊，我的生活、我的动作、我的贵力、我的福气拢在于你。主啊，我要敬拜你，你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就是叫我举起头的。主啊，我倒咧困，我醒，你拢保守我。主，我要时刻亲近你，我要听候你的，我的心要全然你。请来主，你的名伫全地何其水，你将你的荣耀显明伫天。我要存敬畏的心向你来跪拜。你是天地的主，
万有的上帝，你的作为何等奇妙伟大，又无限的恩典甲慈悲，我无论什么时阵，拢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阿乐你。我一切阿乐感谢拢归乎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真实的心，含乎你的宁静，为我心望，予我看见，永到阮的心，也就是了我水，啊你来的温柔甜蜜。真实的心，含乎你的名声，为我心望，予我看见，永到阮的心，也就是了我水，啊对你来的温柔甜蜜，我永远。真实的心，含乎你的名声，为我心望，予我看见，永到阮的心，也就是了我水，啊对你来的温柔甜蜜，我永远。你我过往，我永远你不会为我，我永远你让尊贵荣耀对我满面，我的罪没救我了，你所造我所不。创造我一切当当，你创造我心内的兄，你的名，安的我。
尊贵荣耀是我光荣，我的心被召唤。着学乐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伊的主爱永远伫咧，愿一切尊贵、荣耀、学乐，拢归予咱是天父阿爸的上帝。我的家己就来传扬主生命，我的主基督，让我的来救罪的，灵性的赛亚，我主，我中的主。我的主，我的家己就来传扬主生命，我的主基督，让我的来救罪的，灵性的赛亚，我主，我中的，中的教会并不是空，不能把我高压我人，我们一个比他快点着。我的主基督，让我天天来救把心，日心的太阳，我主，我中天教会并不是空，不能把我高压我人，我们一个比他快点着。我的主基督，让我天天来救把心，日心的太阳，我主，我中天。我的主，拿下我的家己就来传扬主生命，我的主基督，让我天天来救罪的，日心的赛亚，我主，我中天。我的主，拿下我的家己就来传扬主生命，我的主基督，让我天天来救罪的，灵性的赛亚，我主，我中天，中天的教会并不是空，不能把我高压我人，我们一个比他快点着。我的主基督，让我天天来救把心，日心的赛亚，我主，我中天，中天的教会并不是空，不能把我高压我人，我们一个比他快点着。我的主基督，让我天天来救把心，灵性的赛亚，我主，我中天，灵性的赛亚，我主，我中天，灵性的赛亚，我主，我中天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咱我的上帝。那就相信第一首。现在，光明多主宰，按着救国在下，不如雄主尊名。现在，将你的甘爱。
千千万万年度，每条路敬尊，赐下感谢永远上帝大恩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全力多主宰，阿弥陀下。